国定民俗学甲上白教年年举行，当中无公证仍以人力方式扛行。绕境时，神童会沿路撒糖果和红包，别具特色。不过今年一度传出神童凑不齐的情况，且3天的大绕境都是上班日，人力更加吃紧。拄啊好拄到专线讲咧考试啦，就客家地区的这是有配合客家地方的需求吼，啊有提早考试，一个囡仔拢爱交3万块的费用啊，因为这3万块是要互迄个请迄个更工的费用啦。现在请12个，较早迄阵因叫进前，迄差不多38个，就咧更，就会当更啊，进来228个。啊，所以这更工的愈来愈歹请。西港庆安宫的西港乡将在5月登场，以文武阵头闻名。白鹤镇、金狮镇曾在国庆大会表演，但受少子化的影响，招募团员有一定的困难。真困难吼，不过呢，阮呢参加挂乡庙宇的这主委啦吼，拢是克服万难吼，想尽办法吼来招募更较侪人吼来参加阮的文武艺阵，互咱这个240档的传统吼，卖来安尼长去。而麻豆乡的宋江镇因为训练辛苦，所以以男性为主，庙方特别开出训练奖金2万元，最后总算招满出阵所需的50人。昔日强调运动健身又能服务神明的活动，也不敌缺工浪潮，只希望传统文化能延续下去。记者周怀谈的报道。